进来坐呀。来来，坐。其实我们这几天把咱们的这些点点滴滴做成了一个片子，就在这个大屏幕上面，我点开给你看一下。15年啊。是啊。各位观众，我叫谭乔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交通民警。你好，师傅。我们怀疑他是假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反正我最近呢也老能遇到这种啊。我们可以给他证明。警察。喂，停车！别跑啊！拜托你太危险了！哎呀！好的。这是咋回事呢？连啊，可能刚才树枝挂的，衣服也破了，可能得配发一件新的了。啊，我就这一件衣服。有看情况啊，经常在电视里面看见你的节目，最喜欢看你电视了。你能多看？家里边人都喜欢看吧？我们父亲还在躺在床上。安全地方没有挣到钱噻，正在烂床，然后拖着将就睡一下。工地上打工，做钢筋的。有个20老太，20多岁的就全跟我一家人。男儿有泪不轻弹啊，那只是未到伤心时啊。欢迎。啊，今天这个来到家里边，大家吃好喝好。我们好队友相互齐全。好，记住，咱们参与交通别违法，遵照手机，好好开车呀。那个壳有点硬。很好。